何君堯啦，咁啊都問翻你啲有同你法律界有啲關係嘅嘢啦。請新界村屋僭建問題嘅，你又叫啲村民咧唔好申報。咁啊梁振，我唔係問你呢個問題啊，阿梁振英就僭建㗎啦，你係前律師會會長，你覺得喺法律層面又應該點樣處理嘅呢單嘢？佢而家成日喺度推啊嘛，我一次過交代啊，有啲有路咁咯。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，就係香港咧，我哋嘅核心價值咧就係法治精神。任何人面對被起訴咧，佢都有佢個基本嘅法律嘅權利。譬如係咩咧？無罪推證，舉證係在於咧係控方。另外咧，被告亦都可以保持緘默。嗱，當然咧，有任何案件要調查咧，當然係要執法機構去秉承去執行。但係你可唔可以咁所以咧？即係你會點處理咧？如果你作為一個法律界嘅，假若僭建呢件事，因為你嗰啲原則大家都明㗎啦。僭建嘅問題好簡單嘅，就係本身就係香港政府喺呢一方面執法不力。我哋嗰個屋宇署實際上咧係有好多嘢做錯，亦都誤導咗好多居民咧，就對佢自己嘅家居係改為適意設施嘅時候，都跌入啲陷阱。我認為應該點做？第一，要面對呢個問題，並唔係話要敦促我哋香港嘅居民呢，要做一個叫僭建嘅登記，然後俾佢所謂叫5年嘅喘息期，因為呢個解決不了。而家應該要面對要解決問題，問你啦，就係小型屋宇建設方面要做嘅啦。如果你入咗立法會咧，你贊唔贊成咧？即係運用特權法咧，叫特首或者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，調查特首僭建嗰個問題啊？我唔會話認為係要調查特首嘅問題，因為嗰個已經喺執法機構裏邊可以做，唔需要咁浪費我哋立法會議員我哋寶貴時間為廣大嘅市民服務，反而要諗係點樣解決呢個僭建嘅問題，因為全香港有好幾十萬呢個就有排講啦。咁呢個最有排講啊！不過我盡量爭取時間問到一個問題，因為真係好短。求變個問題啦。求變嗰個問題咧，就係話你之前咧反對劉皇發連任屯門區議會主席㗎，最近你又去拜會發叔求鄉事票啦。究竟你求變係求咗你自己變臉啊，定係求咩咧？香港需要變。第一件事，我哋喺呢個委任制度方面嚟講，大家已經有共識，應該要慢慢將佢退出去。喺過去舊年10月嘅時候咧，政府竟然咧倒行逆施，就係將呢一個委任翻返，所以呢個就應該要變。我哋唯有可能要